高雄路底的百年国小是全国头一间台语实验小学，因自今年2月开始试验用台语教册，然后在9月正式成做台语小学。今仔日有特别开宣布会，目前大部分因是用台语、南华语的双语教学，也有专业的台语老师来协助教学。有老师讲，这半冬来的沉浸式教学，无因为用台语上课就去影响到囡仔学习，嘛好，这师生的台语是愈讲愈好咯。你拄则有头啉无？你有缘到无？无。老师用台语教数学问题，大概2年的囡仔嘛用台语应。高雄路这个百年国小自今年2月开始试上用台语教册，9月份正式成做台语实验小学。目前除了国语、英语这2项语言课无用台语上课，其他亲像数学、社会、生活健康，甚至是体育课，拢会当听到老师囡仔在讲台语。师生经过这半年的浸水式教学，台语拢愈讲愈好。台语课上好耍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有时阵考试了会当看影片。你平常时上介意做啥物啊？画图甲运动。做啥物款的运动？棒球。听家长讲吼，因即摆写数学的时阵，喙会豆豆细细念着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，就是会念出喙，念出声。家长就感觉真趣味呢，阮囝会当开始讲台语啊。百年国小成做全国头一间台语实验小学，无论是学界也是家长，拢有积极甲建议。校长讲，这摆宣布会毋是成果展现，是希望互外界了解学校实际做法。校长强调，老师用台语上课，若当着囡仔台语听毋捌的，嘛用华语搁解说，袂因为用台语上课就去影响囡仔学习。用台语来教数学，用台语来教社会，安尼是毋是影响到囡仔的成绩？其实吼，这点就是讲，嘛要请家长来放心啦吼。不管是用对一种语言来教学科，阮重视的就是学科的知识。这阵学校有3位台语专业师资来加入协同教学，帮助学科老师来备课教册。有老师讲，要学语言环境真重要。有囡仔对原本拢袂晓，这阵也使讲几句。像伊经过这半冬的教课，都可以家己搁甲台语搁扣倒转来。记者看下如柯朝阳高雄场报道。